市长委托伫副市长赵庆辉陪同，正式向市民报告第一波小瑞个人数，包括新任副市长由文化局长叶哲山升任，健康会主委由前资格处长陈淑芝接任，卫生局长苏世斌、校局长卢宇聪、研发局长林永川及环保局长加文化局长，加分别由副局长陈宪峰加陈秀婷暂时代理。伫第一波公布5位新首长当中，因为检察局长陈凯琳卡伫涉嫌贪污被限压，所以人事案上受瞩目。对于陈凯琳的部分，我们大概是采取比较严谨的做法，要等到人选确定了其实今天就会公布但是因为刚好碰到这个状况所以我们一方面我刚刚提到对个案支持这个司法机关，对于制度我们也会做制度性的调整。因为检察局长陈凯琳涉嫌贪污被限压，市长黄伟哲表示，市府对他专业配合检调，伊本人甲未来新的团队嘛会签署认证公约，定期向市民报告。对于未来的这个市府团队首长的部分，我们都会要求来签署廉政公约。这个廉政公约跟现行的阳光法案还是有一点差别，就是说我们对于财产的异动，我们会及时的公布。那也希望说这个部分大家都能够对于一些廉政，也就是民众最关心的事情，能够做好。市长表示，袂当因为单一个案来暗砍所有团队的努力，希望检调赶紧查明，让真相水落石出。嘛强调小瑞个成员以专业甲战斗力为上大的考量条件。台湾新闻管制何秋芳采访报道。